保机会，那么保胜路，那么保胜路，那么保胜路，有盈泰康有机农业专区。那这5坪土地哦，每个月交200块一次，租半年6个月的，一月要交1200块钱。以前已经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哦，好多个有来这里租土地的呢。看前方那个有凤梨啊，有红花八生菜啊，哈，番薯啊，南瓜呢，金龟啊，番薯比较快。另外还有很多杂草，下过雨啊，杂草长得很快哈。这是南瓜啊，这是南瓜，这是凤梨，这在咸菜啊，椒咸比较不会那么嫩啊。你看那南瓜，先用罐子栽培，然后拿来田里面。那个正前方那个可能是雨水太多哦，雨水太多，你看叶子都下垂了，你看叶子也有黄掉的，你看，那是太潮湿了啦。然后那个就是马铃薯了，可能要把这个水路要弄通了。它没有出去也反而灌进来了。